為弘揚傳統中醫藥文化，提升社區對自然療法嘅認知，美國中藥聯商會首次攜手三藩市市立圖書館，於3月16號下晝舉辦中醫藥文化推廣日活動，內容豐富多彩，涵蓋中醫藥養生講座、中醫及跌打傷科義診等環節，並貼心贈送保健香包和強身健體愛心防疫中藥湯料，讓參與者親身體驗中醫藥嘅獨特魅力。隨住全球對自然療法嘅關注日益增加，中醫藥嘅影響力正不斷擴大。美國中藥聯商會會長劉元海表示，推廣中醫藥唔單止能夠滿足全球健康需求，更能夠促進國際間嘅文化交流與合作，為人類健康事業發展貢獻力量。劉元海特別感謝三藩市總圖書館為中醫藥文化推廣日所作嘅宣傳，以及現場20多位義工嘅無私奉獻。中醫藥文化推廣日得到咗眾多機構嘅鼎力支持，協辦單位包括美國中藥研究院、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美國分校、美國中醫跌打傷科協會、北美常用中藥展覽館以及華埠歷史文化協會等。第11區市參事陳小賢同第3區市參事李爾德親臨現場，為各主辦協辦單位頒發嘉獎狀，以表彰佢哋響推廣中醫藥文化方面嘅卓越貢獻。加州參議員威善高、州眾議員施嘉儀、主計長郭嫻以及願景局長宮本保羅亦派代表出席並送上祝賀狀。中醫藥養生講座現場氣氛熱烈，吸引咗超過200位關心健康嘅民眾踴躍參加。主講嘉賓陣容強大，包括三藩市中醫藥研治中心主任張平、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美國分校副校長萬國志、美國中醫跌打傷科協會會長趙昌偉、許氏深業集團副總裁林維章等業界翹楚，佢哋深入淺出探討咗流感嘅相關知識同中醫藥嘅應用，讓在場觀眾受益匪淺。隨後舉辦義診，8位著名中醫師同超過10位跌打傷科醫師齊聚一堂，以現場派籌嘅形式，為80位民眾進行咗中醫藥把脈開藥方，為50位民眾提供正骨推拿服務。拎到頭籌嘅阮女士響接受《星島日報》採訪嘅時候激動表示，佢長期受到頭暈、頭痛同耳水不平衡等問題嘅困擾，參加義診嘅鄭醫生診斷為頸椎同脊骨錯位，並為佢進行咗細緻嘅正骨推拿。一位因為腎結石問題前嚟求診嘅老太太，響萬國志醫生嘅把脈診斷之後，獲得咗針對性嘅藥方。星島日報記者把握機會體驗咗一次推拿服務，鄺醫生手法嫻熟，深淺結合嘅推拿技巧，令到記者嘅肩頸酸痛霎時之間減輕咗唔少，親身感受到中醫推拿嘅神奇效果。星島日報記者蘇志雅三藩市綜合報道。